網上流傳向華強同太太炒樓輸咗過百億港元，被香港某大銀行追債嘅傳聞，兩人特別發聲明澄清不實謠言。向生向太表示從來冇因為炒樓輸掉巨額款項，絕無破產或申請破產，冇俾銀行 call 窿，亦冇向任何銀行機構或人士借8億港元。兩人管理嘅公司如常運作，並冇出現財務不穩。現時已交由律師處理，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權利。而同日向生向太亦開記招，親自開腔澄清以正視聽。向生直言對網上頻道無中生有嘅不實謠言感到氣憤啊！我睇到個有 YouTube， 我隻火都滾埋啊！大佬，佢講得好離譜，講到我哋咧陣間又破產，又欠債100億，又俾人 call 窿100億，即係咁樣。咁呢啲真係離晒譜，直情係生安白造。話我係大陸炒樓，又炒樓又輸咁多啦，即係咁樣。喂，如果今日我哋真係有10幾20個鋪，係咪啊？真係做咗呢啲有好多商業咁樣。係啊，喂，咁樣買咗真係啊！你唔輸100億都輸10零20億啊！即係咁樣，咁就冇得講啊！即都冇得講啊！知唔知啊？都要有根據啫嘛。因為我冇啊嘛，直情係。成件事裏邊，除咗聲譽受損之外，有冇真係影響到你哋公司嘅融資啊，或者係生意上面嗰啲借貸問題？真係咧就冇，根本真冇。但係咧。又好多人關心，好多打電話嚟關心。有冇進展啊？告出律師信告啊？啱啱出嘅大佬咁佢會好快復你。向太近年熱衷於內地嘅直播帶貨事業，佢亦澄清花時間努力經營係為咗興趣，並非如傳聞中遇上財困。咁辛苦啊！係咪鄉郊唔掂啊？點解仲喺出嚟捱啊？即係咁樣。年紀大咗，反而要學新嘢。雖然每日嘅工作可能10幾個鐘頭，不過我都好開心。向太出嚟一做就紅咯，即係做咗啊！即係咁樣做得好好啊！咁有一段時間冇見記者嘅向生，亦被問到對電影業寒冬期嘅睇法，佢都有無限感慨。仲差過以前，即使咧你又冇人才又唔夠。個市場係收縮，夢想歸夢想，理想歸理想。咁啊，現實我哋係真係生意人，係咪？咁你唔可能投資或者係幫，梗係想幫啦，心裏面想幫，佢真係唔知點幫啊！知唔知啊？你要使幾多錢幫咧？幫使咗好多錢都可能幫唔到。